我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停！什么嘛！古代人天天闲着没事干，动不动就哭，好可怜的膝盖啊！我今天回去必须封印掉，以防万一。难道古代真的有圣诞老人啊？难道又是独孤猿？跪久了腿麻了，我伤动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今儿怎么一起来了呢？倒是新鲜呢。母后，你这是越来越能伺候了。我们不来你念叨，来你还念叨。行了，你在这待着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我倒是好奇老三，平日里1个月进不了1次宫，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小秋子，三王爷这是这个月的第几次了？哟，这个老奴也记不清了。如此看来，该走的人是我了。儿臣先行告退。站住！既然来了，就陪母后用完膳再走。你就不想看一看你的那个尹晴柔被哀家调教成什么样子了吗？那倒也不妨一看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四王爷。母后，看来你的方法不太灵啊。儿臣恳请母后对这个尹晴柔严加调教，务必让她成为本国女子之典范。先请你。本王的名讳也是你直呼的吗？母后，你看，她还是野心延续，日后就劳烦母后费心了。好说，关乎到皇族的威仪，母后必定尽心尽力。母后，你看今日阳光明媚，咱们也别在屋子里面闷着了，去御花园走走如何？也好。晴柔，你也一起去吧，今天就休息一下，好好陪陪老三。好呀。奴婢遵命。我就说这个中年老妖精怎么会这么好心，原来是你们吃着我看着，你们坐着我站着，居然还把杜嫣然叫来了，分明就是想让我难堪的。去添点酒来。快点，磨蹭什么呢？要添酒为何自己不动手？打扰了本王听曲的雅兴。也对，万一杜大小姐不小心打翻了酒壶，岂不是更扫雅兴？你不错，老三，母后，你觉得呢？表妹自幼勤学苦练，琴艺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晴柔估计也不差。我有嫣然、珠玉在前，晴柔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可不要勉强自己呀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的小呀吻暖我的心，原谅我是的我。停！这都什么靡靡之音，淫词俗曲的，学了这么久，什么都不会。不就是吟诗作画、弹琴诵曲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听着。今生偏又遇见他，若说有其然，如何心事终虚化？